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对一小甲十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逐句都有俗语，即有即个俗语，两有两个俗语。啊，咱若连即都莫讲来讲一半的，比较即个较少。讲迄个对半的，敢有俗语？有哦，有几落句，拢台湾话特殊才有的言语。讲叫做半间中，这头一句，迄内顶有乌道一款人，白道一款人。啊，若迄个无算乌道嘛，无算白道的咧，食白挖白，食母挖母的。你叫伊杀人放火唔敢，毋过讲话共中伤，得到家己的利益，即款人介济。这台湾话讲的半间中的，啊，就是报地是咧讲的，讲这毋是乌道嘛，毋是白道，即款人做啥？或者普道的啦，都乌甲白透透变做普的。啊，论真甲想啦，半间中，敢有真正有迄款人？无啦，半间中就是奸，是讲无遐奸尔啦。那忠直的人，伊才袂做即个代志，袂讲食白挖白，食母挖母的话，你讲看有影无？啊，毋过即句半后壁斗奸甲忠，奸甲忠就对比半头伫头前，拄啊表示5分。即个事我阁有无？有哦。搁正啊，常常咧想，讲我讲即个实在是半正白的台湾话，无介咬。加在你唔甘嫌，拢甲我鼓励。即句半正白，就是咧讲正的或者赤肉，白的就是肥的。老福州咧唱迄条《安东哥买菜》，敢毋是讲肥的一斤5角2，瘦的一斤6块4，对毋？肥的甲瘦的无共款部位，迄猪肉切落去计数无共。啊，半正白啊嘛是咧讲5分，做到100分无才调啦。啊，毋过嘛毋是0分哦，拄啊超50分遐。我讲即个半正白的台湾话，即句词就是安尼应用，正甲白共款嘛对比嘛。啊，搁有无？啊，搁一句，即马吼较少咧讲啊。农村社会即个咧袂少，咱知影讲婚姻少甲娶两项嘛是对比。你互我少，还是我甲你娶？有当着啊，就侦查讲下底啊生囝儿爱生谁的生。毋过较早一款咧叫做半招娶啦，就是男方共款去带女方因兜，啊，毋过吼生囝。有的是一个个人落去呼，有的是讲规气原来生查甫的生，安尼叫做半招娶，就是无算招嘛，无算娶啦。你甲看，这台语独才有的讲法，二句对比头前头一个半间中，半正白，半招娶，特别台语才有趣味的用词哦。